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2月初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咱今日头一条新闻来关心到这个高雄市卫生局前几天啊，针对这专联的鱼排，因讲有验出禁用的药啊。结果咱卫生局是搁出来回释咧，讲是因的电脑设定去互改过，这数值应该是正常的，煞变做是无合格，有可能是一位伫这个员工改的，目前已经移送司法的调查。抱歉。局长回释咧，高雄市卫生局初4暗赶紧开记者会，针对专联鱼排，互人验到动物用药、温活啉硝酸，承认是电脑条件设定，互人改做是10倍，加互数字超标，正确的结果是无验到。我们进入这个电脑的后台，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有某项的检验值，就是 N-ofloxacin 这个检验值，检验的量有被设定更动放大10倍，居然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就只有这一笔，当时被操作人员做一个更动。我们确定这是一个单一的事件，那之前并没有相关电脑设定被更动的记录。卫生局指出，敢若这个数值互研究助理改着，操作检验的人员是一个29岁姓陈的女性，是经过认证、受训合格的检验人员。10月27到28去抽检，因为考调高普考，11月初4已经离职，目前已经移送司法调查。卫生局药不残留检验平台目前暂停运作。专联是感谢高雄市府甲卫生局互因真相。我们先感谢那个高雄市政府跟卫生局在第一个时间就很快的厘清这个事情的真相那以这个专业严谨的态度来守护全台的这个食品安全，事情厘清楚就 OK 了那我们也不会提告。那最重要是尽快厘清真相之后，我们会把商品尽速的上架云林县府表示，会全力协助业者维护商誉，也支持业者提出必要的赔偿要求。口湖鱼类生产合作社有继初5会开记者会对外来说明，有勇是互批评伤害已经造成，一定爱甲高雄市卫生局讨赔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一个真罕古的消息，这是陆军昨伫咧彰化溪州伫咧进行实弹射击演练，所去射到3间人家厝，还因有受损，民众嘛惊一个强要破胆。军方已经有去回释咧送慰问金，也来强调讲，因会搁加强部队的训练，避免这款情形搁再发生。监视器翕到恐怖的瞬间，天顶飞来不明的物件指向主体的车库，大量被烟冲出来，日头大架架门前的树仔凹互纸。受到影响的也阁毋哪一搭，就伫咧几秒钟进前，隔壁徛街的杂货坪也好逛过，一块角全安尼落落来，住户互声音惊甲走出来看，才发现原来是炮弹崩到家己厝里。本部所属炮测中心进训部队在今天上午9点30分左右，在浊水溪北岸执行火炮射击训练，因不明原因造成1.5公里榴弹误落民宅事件。彰化溪州乡的陆军12月初4早起进行实弹演练，一粒155公里的炮弹射歪去，飞去大庄村，先更过主体的杂货坪，搁去射到另外一户主体的铝门窗，才搁甲门前的树仔凹互纸，另外搁飞出去差不多250公尺远，搁弄到第3户的壁倒才停落来。这3户居民惊甲袂堪得。3户民宅局部受损，所幸居民没有受伤。获报后，炮测中心单位指挥官立即亲赴现场慰问，向居民表达歉意，也获得住户谅解。陆军后手有甲炮弹吹回来，也送慰问金，承诺会协助修理厝。炮指部表示，这粒炮弹若像是火药的剂量无够，会组专案小组调查原因。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正式通过，对2027年开始要全面禁止用喷来饲猪。明年会互这饲猪互一档的阿索比来转型。那伫咧明年1月底进前申请要改饲饲料，一只猪就会补助3600。因若伫咧屏东县府是宣布要提早全面来禁止使用喷饲猪，毋过是会当用这动物的腹内等这个废料来饲猪啊。禁止使用厨余养猪一直是我们农业部既定的政策。广东惠州地区行政初期正式决定2027年全面禁止喷饲猪。农业部长陈俊贵指出，一直辅导转型，喷饲猪户为7年前的2048间，即马只剩411间。会先后1年转型期，明年开始有条件开放事业喷饲猪，不过县市政府应提早禁。在这个最后期限之前，地方政府如果觉得说他已经
已经可以完全禁止的话，那地方政府随时可以公告它该县市的一个禁止处于养猪。明年开始开放一年使用树叶喷饲滴，环境部列出餐厅学校部队喷，超市卖场过期的食品。甲工厂废破废料，也有食物性料源影响，8号少食大公寓大楼禁用。另外，要何地食啥物，爱地方政府先审查。他列出清单，经过地方政府审视跟同意之后，他才可以来使用厨余来喂饲。想要伫转型期间，喷饲滴除了落实原分催煮，还佫加装催煮分度影像监视系统、车辆 GPS。是不是要开钱？增加来用1年的设备，环境部表示，地龙应该的评估。今天开始拍板之后，那补助还是在50%，所以养猪农自己要做好选择，是要转出饲料，或者是要继续来使用1年。那改用饲料，明年1月底进前，每只猪农业部补助3600，不过过去含补助剩一半，另外也补助饲猪的设备。全国饲猪户上济屏东县，饲猪超过100万只，佫是乌猪重要基地。官府了宣布，提早全面禁止用喷来饲猪。现在其实就是全面禁止家庭厨余以及事业厨余的使用。这部分的话，也就是说我们的标准是比中央是更加的严哈。根据农业部统计，目前已经有14个县市提早宣布全面禁止用喷来饲猪。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同款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各地早暗拢有较清冷，气温大约是15至18度。咱做回来看温度。今仔早起本岛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咧新竹的关西，敢若11度3。日时北部宜兰花莲地区这高温会升悬到20度至22度，因为中南部甲台东地区是24度至26度。另外，伫咧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宜兰地区，这今仔日同款是会较高落雨，其他的所在是会侪云到好天。明仔载开始，东北季风地减弱，各地气温会略略回升。不过早暗幽关会较冷，所以是提醒观众朋友得要注意温差有较大。镜头换来看台南后壁区，这乌树林大火经过13天，伫咧拜三的时阵，总算是完全拍花。环保局表示讲，因会启动24点钟的监测，也会进行这土摆监测，按算伫咧明年5月进前，会整理好势，甲地幸福均衡。现场有一角所在，咧拍火时，怪兽咧乌的过程，温度也悬煞搁烧起来。消防甲环保单位持续出动怪兽甲水车斗阵抢救，采用拿乌拿降温的方式处理。等到后壁乌树林废弃暂时场翕烧第13天，总算伫初三暗暝11点半完全拍花。那初四到场，透早已经无声烟，这场火灾做现场囤的废弃物将近7层楼悬，内面有焦气产生，加上现场空间有限，抢救过程甲辛苦。蛮不能接受的啦，因为你第一时间虽然空间有限，但是调派的能力跟资源一定要赶快倾巢而出，而不是说人民在抱怨呢，然后再来派多一点啦。里面温度很高，所以虽然是在残火处理，可是还是要高度警戒。你怕那个现在风那么大，那灰火再引到别的地方去，那就更麻烦。后续处理部分，环保局讲已经启动24点钟监控机制，防止火搁倒起来。因嘛望会伫明年5月进前，把这地整理好势，幸福均衡。到后面可以加速是，当然我们策略上改变之后呢，用水去淹了之后，效果就非常好，3天就解决。还是应该会5月啦，5月啊，但是我可燃部分我会把它提前。但是要完全的恢复，环保局这礼拜完成招标作业，现场因为有手机、家具参综合类物品，整体标案内容要重新设计。如消防局及政风处正在积极的进行调查检视，若确实有人为的疏失，一定会依法的就责。但若属于系统性的问题呢，也会同步的检讨流程，然后并且提出精进的方案。市会加强监视设备，有必要卖请农业局来进行农地四周围的污染检测。因为坦白讲，未来面对这大型灾后废弃物管理，各县市拢就要提早盘点土地规划处理机制，建立更加完善的防灾工作。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
今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针对行政院提出的在违法修正草案的复议案，立法院民进党团是主张爱予行政院长杜英泰来到立法院报告。不过，南北党团是无同意、无共识。落尾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布，今日要来投票表决。再来是中国时报。中国的公安昨日无通知着熊熊夹杂的台湾一个早期嫌犯，透过小三通遣返到金门，引起疑虑。昨又个遣返3个早期犯来到松山机场，警方就表示讲，这中国有可能未来拢会安尼熊熊就甲犯人弹过来。落尾是联合报，外省员专法昨初审通过，换算1点钟的薪水至少爱上加工资的1.25倍，而且走一段上无爱互因45块。不过消基会就烦恼讲，恐惊是会予这消费者爱付更较侪钱。台大有几啊位学生接到这气流接触者的检查同体杯，有讲这接触者得要依法来完成卫教、吸性感的电光，也有抽血等等的检查。台大表示讲是配合主管机关的规定来进行气流的防疫措施。然后卫福部长赵宗良嘛讲，这是确诊的个案，毋是校园的群聚。伫咧追查感染的期间，有可能900个接触者。点开有名的社群软体，进前有台大的学生发文，发一张对学校保健中心来的邮件，内容是明确指出讲，因为符合气流接触者的标准，为了健康，一定要依法来接受卫教、电工和抽血检查。他有没有实际告诉你说，你是哪一堂课有触碰到或者是接触到确诊者啊？对啊，所以其实他这个资讯也都不是很完整。看到那个还是想说顾虑一下，会戴口罩啊，在外面可能就通风就还好。台湾大学回应讲，配合卫生主管机关的规定，进行气流的相关防疫措施。因为防疫措施涉及个资，无方便说明细节。不过，疾管署证实台北市卫生局初步控制的接触者差不多900个人，初步了解感染源是一个外籍生。它是发生在这个校园的一位这个外籍生，被诊断呢有这个肺结核，那么它是一个单一案件，那么并不是这个群聚的现象。那么这个匡列者的条件就是以说你同一天在同一个空间，那么共处超过8个小时以上，或者累积接触40个小时以上才会被匡列。从它可传染期就开始匡列，所以可能这个整个追踪的人数上，不少，可能有这个目前大概是匡列在900位左右。因为检查的时间是拄好伫台大期末考的迄个礼拜，一个学生对这是感觉真困扰。疾管署表示讲，因为台大的学制是较特别，采用16礼拜的学制，伫12月中下旬就开始休寒，因才会伫最近一日就大量通知防列出来的学生。另外，刑勘计考的医师指出讲，气流主要是透过喙瘾来传染，因为镜头毋是典型的接触者，无一定有镜头。若是出现咳嗽，还是刑勘杂这的镜头，都要较紧去看医生。就算感染到了，因为我身体的免疫力就会把结核菌把它消灭掉，除非是免疫能力比较不好的病人感染到以后才会发病，那个几率不是很高，所以我觉得应该不用为了这样子而太过惊慌。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去年台湾气流的确诊人数是6141个人，今年1月到10月确诊人数是4657个人。咱国气流的防治目标是到2035年的时阵，发生率要降到每10万人口是10个人以下。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护士医疗产业工会指控讲，这彰化县鹿港基督教病院是长期咧聘用门诊的助理员，说是违法来做护理师的工作，甲协助医师。这唔但是危害到这医疗的品质，也去侵害到护理师的工作权。病院是强调讲，伊聘用这助理员，甲因的工作内容是拢合法的。卫生局嘛讲无违规。透过看这个问叫好和患者互动，台湾护士医疗产业工会指控讲，鹿港基督教病院是长期请无护理师执照的门诊助理员，穿刺式的制服，伫看诊的所在执行护理对诊的业务。2023年和2025年，是真侪摆拢翕到相关画面，甚至还有门诊的助理员是执行发药的业务。这种密图唔但是威胁医疗品质，佮侵害护理师的工作权，严重违反护理人员法。看到。全部几乎都是穿绿色的门诊助理员的制服的这个跟诊人员，
在从事我们的护理跟诊业务，给病人填同意书啊，还有一些的这个解释药物一些说明啊，手术的一些解释。这样的行为是可以被纵容的吗？台湾护士医疗产业工会测试到中华县政府去抗议，批评今年5月影响中华县卫生局来检举6港基督教病院，却无公布查出的结果，这个县府是咧暗砍。卫生局是表示讲，所有的检举拢有录起来会当查。佮讲，这个病院的门诊助理员敢若做指引的工作，并无发现有违反护理人员法和医疗法的状况。他比如说做，你这个到哪里检查，拿健保卡给他，大概就是这样，就是一个指引的动作，每一案都有录案啊，并且有去做查，没有发现有关于违反护理人员法跟医疗法的一个状况。病院这边敢若透过文字回应讲，各这类的人员拢是合法任用，工作内容拢有遵守法规来办理。台湾护士医疗产业工会强调讲，有收到内部护理师的တင်情，毋是空嘴报纸，若是县府阁无爱插，后壁会告地检署各公务员规则文书，道理含渎职。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香港丰福湾的大火造成上百个人死亡，为着要避免同款的悲剧再发生，香港政府是下令讲，要伫咧初6进前将抑个咧维修的300多户这建筑物外口的严格防护网拢解拆掉。另外，批评伫咧网络散播假消息的人甲网络媒体，讲因是反华传媒、反中乱港的分子，也有抓到一个26岁中国的盲青。香港丰福湾主体头前的广场，伫火灾内底多过1劫的住户，抗火追悼牺牲者，各用手巾七白晒。这场火灾，互上百人伫火场当中死亡。香港政府除了将维修工程承包商放入建筑、顾问公司放假，依法撤销大楼修复计划登记以外，伫调查火灾现场内底，佫发现负责制作应该防护网的厂商涉嫌造假产品的安全数据。港府初3暗时下令，要伫初6进前拆除全香港咧维修的300栋建筑应该防護網。所以我而家宣布，所有而家進行大維修嘅樓宇，包括所有公營同埋私營樓宇同埋政府大樓，如果佢嘅外牆係有棚網嘅話咧，都需要即時將呢個棚網咧下架。在香港境内不少维修建筑的硬件外口，拢有绿色的塑胶防护网。测试开始，这防护网伫工人挂工时下拢拆掉。有居民表示，为建筑的防护网已经设几啊年。The green net has already here. I think it was in December of 2023.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it's almost 2 years. 针对过去1礼拜伫网络散布火灾相关假消息的网络媒体甲有名人，香港政府严厉批评是反华传媒、反中乱港分子。佫掠一个26岁中国籍姓陈的 YouTuber， 这网红把拍影片表示火灾死伤者是罪孽深高，互火烧是报警无效同情言论引起网友怒火。香港政府表示，这外部势力分子有其他用心，佫分发煽动性宣传单，对受害居民造成二次伤害，是故意把救援工作造成社会分化对立，所以被绑定会采取执法行动。公司新闻陈志东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去访问中国，初时有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进行会谈，双方是关注伫咧欧盟甲中国之间的贸易，也有俄乌战争的议题。虽然双方有签真侪项合作的协议，不过这讲的议题却是无啥共识。军礼环境仪式了后，来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甲地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随展开高层会谈，各由相关官员签署事先已经讲好的合作协议。法国媒体报道指出，马克龙任内第4届访问北京的焦点，就是俄乌战争甲欧盟中国贸易逆差的问题。J'espère que la Chine pourra se joindre à notre appel, à nos efforts pour parvenir dans les meilleurs délais, à tout le moins à un cessez-le-feu sous la forme d'un moratoire sur les frappes visant les infrastructures critiques. 欧盟面对美国川普政府提出的28点和平草案，除了甲乌克兰参详对应提案来反制，嘛持续批评部分国家，特别是伫讲中国持续购买罗西亚能源，那亲像提供资金。欧盟真侪届指控中国提供罗西亚零件甲弹药，用实际的行动支持俄军。对这代志，习近平一面讲支持任何和平方案，一面指控西方国家乌白乱骂。关于乌克兰危机问题，中方支持一切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同时坚决反对任何不负责任的
甩锅、抹黑行为。若是伫经贸方面，马国鸿出访前都真侪解呼吁欧盟各国，唔但爱抵抗美国的贸易压力，嘛爱减少对中国的挖苦，特别是科技方面。Et au fond, si nous continuons de faire collectivement comme nous sommes en train de faire, nous irons à la crise. Notre conviction avec le président, nous l'avons dit ce matin, c'est d'aborder de manière très transparente la situation actuelle et d'essayer de la régler par la coopération et le partenariat. 中方视法方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经贸合作伙伴，欢迎法方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马国鸿一定伫初5转往四川成都，同一时间由法国送到倒来四川的2只大鸟禽，会伫成都用路。中国一定会赶紧予新的鸟禽启停，祝福法国的动物园。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由欧洲广播联盟主办，有将近70档历史的欧洲歌唱比赛，这是伫咧欧洲上大规模的音乐盛事。今年伫咧奥地利主办，不过因为主办方决定要允准以色列来参加比赛，包含西班牙、荷兰等等至少4个国家就宣布要退出比赛。伫咧欧洲广播联盟决定允准以色列参加2026年欧洲唱歌比赛了后，有几来个国家虽宣布抵制，有可能也有愈侪国家会退赛。Ontzettend verdrietig. We hebben hier vanmiddag natuurlijk alleen maar met verliezers te maken. Want we willen natuurlijk met Europa de vrede vieren en genieten van een prachtig festijn. Dat klopt. En met mij nog een aantal andere landen. Feitelijk, welke andere landen stappen eruit? Zoals ik het nu heb begrepen, Ierland, Spanje, IJsland, Slovenië en nog een aantal landen twijfelen. Althans, dat bespeurde ik uit hun speeches. EBU 先针对指控以色列可能操控票数、过度动员投票，才通过强化投票程序。伫讲到以色列参赛资格的时阵，直接跳过投票程序，用倒数决。当局表示，有国家希望保护比赛的中立性。参加欧洲唱歌比赛的，不是各国政府，是艺术家甲公共服务型广播机构。No way is a crisis. We've got 35 members or so going to join us next year. Now, I understand the 4 or 5 who might not come. That's their choice. I completely respect that. 以色列总统赫佐格感谢支持以色列权利的朋友。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这个欧洲唱歌比赛是史上上界严重的一届危机。这种风暴已经烫真侪冬啊，是来自以色列伫加沙战争当中的行为，也佮有造成的人道灾难，对着死亡人数愈来愈侪。真侪国开始甲 EBU 施压，要求投票来决定以色列的参赛权。本地已经排定投票，毋过伫10月宣布停会了后，又佮取消，所以才伫初时的会期当中，由西班牙带头有8个国家组成团体，要求佮再一届进行投票，动机快速通过，这个国家发布新闻稿的速度也真紧，显示因可能早就知影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南韩前总统尹锡悦，伊的太太金建熙是互人指控涉嫌炒股票，还佫有收这统一教的高贵破烂卡棒等等。昨去互检方纠判15档刑期，佫要罚大约4200多万台票。法院是按算会伫咧明年1月底来宣判。挂喙暗甲目镜，法警加搀扶行入法庭。南韩拄是戒严风波1周年，除了前总统尹锡悦，伊的牵手前第一夫人金建熙嘛同款官司定审。经过最后一届定审，韩国检方伫初3求处15年的徒刑，并扣罚金差不多4250万台票。 저같이 아무것도 아닌 사람이 이렇게 심려를 끼쳐서 진심으로 죄송합니다. 수사 잘 받고 나오겠습니다. 南韩独立检察组指出，金建熙伫2010至2012年中间涉嫌操作德意志汽车公司的股价，得到不当利益。另外，金建熙佫互人指控透过政治定人干涉国民力量党的初选，也甲接受宗教团体统一教送伊香奈儿皮包啊，宣召判连这的车体品。统一教的会长韩厚祖也已经伫今年9月受押。 检方认为金建熙甲宗教团体有牵连，违反南韩宪法政教分离原则，情节重大。金建熙虽然伫最后说明表示，对造成社会忧虑感觉失礼，不过各大也是否认一切指控。法院预定本案会伫明年1月28宣判。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
根据国安局的治安检测显示，中国的社交软体小红书有15项指标全部拢无合格，而且去年到当时已经牵涉到1700外件的诈骗案。内政部当时依照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甲这小红书来限制流量一档，伊个会影响到300万的用户。治安的风险，大位拢有。警方为中国的小红书 App 发现有诈骗集团透过假投资、假拍卖，也是假交友的方式，转加入 LINE 做好朋友进行投资诈骗。去年到今已经牵涉1700外件诈骗案。今年从1月到11月呢，总共件数是756件，但是财损已经超过去年的金额，达到了11477万余元。最上社会发展部初三经说明，中国的小红书都因微博、微信一家逼到分盘，5种 App 的使用风险，要求公务人员袂使转来用。内政部初四先对小红书发布网际网络停止解释，一家限制接收的处分命令，限制流量速度。如果你的平台在中华民国境内要运作，要让民众使用，那你就必须要接受中华民国的法律管辖，而且要回应我们对于在平台上面有各式各样违法违规的行为的一个改善。处分命令期间是1年，已有300万用户受影响，而且台湾的网络资讯中心协助执行。专家表示，相关的处分会让小红书失去收集用户个资的可能。之前有听说他们在法规面有在评议这件事情。我们会以收到处分书，再依照处分书的内容来执行。你如果打开的话，它不能截取你所输入的东西，也进一步不能去解析你所使用的内容。那对这个平台业者来讲，它就没有作用。平台业者他所需要是客户的使用资料、客户的使用信息来做市场分析使用嘛。内政部讲，伫台湾提供服务的平台，拢爱接受台湾法令的限制，像讲 Google 等国际公司，拢有些法律代表人配合台湾执法。不过小红书对咱政府的配合完全无回应，也无建立管道，予台湾的用户通申请，所以呼吁民众停止下载使用小红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年是咱总统开始特赦的30周年，台湾头一任的民选总统李登辉对推动台湾的民主化是有真大贡献。就有民间团体来呼吁政府爱设立李登辉总统的图书馆，成做这民主转型的研究基地。已经过身的前总统李登辉是台湾1996年第一任民选的总统，第一任内上大的贡献就是推动台湾民主化。李登辉和美国新闻周刊合作民主先生。今年是总统特选30周年，真侪台派团体开记者会指出，台湾敢若有纪念独裁者的纪念堂和园区，却无民主纪念馆。因认为李登辉的民主贡献是研究台湾民主化的公共资产，呼吁政府赶紧成立李登辉总统图书馆。恁都讲台湾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国家咧，恁那我都用阮一个杀人魔放在恁的首都，大家若去里面内底参观，拢爱这个头拢爱举悬悬。台湾长期面对中国的渗透和武力威胁，台派团体认为，虽然赖政府有决心要加强国防的战略，不过以台湾做基础的文化和政治战略也阁真无在。应当透过国家级的总统图书馆，完整保留李登辉遗留的民主资产，以民主台湾去对抗封建的中国。面对到中国所谓同文同种、两岸一家亲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框架，我们是需要一套强力而且基于台湾主体价值的反制叙事。设立李登辉总统图书馆，它可以保留历史的记忆，让全世界深刻理解台湾如何从威权独裁的体制，成为一个强韧、进步而且拥抱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国家。在威权转型的过程之中，教育常常是第一线的启蒙力量。李登辉图书馆的成立，使台湾拥有一个可供学生、教师与社会大众共同来学习的公共平台。成立图书馆是前总统李登辉的遗愿。台派团体认为，目前上大的困境就是政府的决心和意志无够，因希望透过李登辉总统图书馆的设立，通甲台湾对威权走向民主时期重要的官方文件和历史变作公共资产和民主转型的研究基地，嘛通让每一个现代的台湾人了解民主的重要性。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来看高雄某一间国小有姓区的家长会长是招其他的家长老师去投资，拢总超过20亿，结果人就爱浪港走去澳门。检方表示会阁请调查局甲人抓回来。
为抗骗钱的社区的查某人，其中一间公司大门锁起来，有真侪批无人收。伊捌做高雄三民区一间国小家庭会长，涉嫌向投资救济名义，向学生家长、老师等人骗钱。初期每个月提供高额利息，后受害人数愈来愈多。佫涉嫌透过高龄户教练、甲企业家医师约近距离了后骗钱，后受群众为教育的学生家长大家理解，包括差不多骗20亿。那时候听到的是说，有校长受害，而且那个金额可能在几百万这样子。其实到目前，受害者都没有来向我们反映，我们都是侧面得到的消息。大概有1-2位有受到就是影响，是被他邀请，就是有那个去投资啊。初步清查后来无老师介有金钱来往，不过受害者陆续出面指控有高龄户求选手被骗1800万，由医师使用股市大户的话术骗8000万，其中5000万佫是向周边的亲友借来钱，构成受害者至少5人以上，甚至5人损失上亿。我自己的钱，占3000，其他我跟朋友借大概4-5千万跑不掉。股市带电跟资本额带电，好像都是类似企业想要增资需要周转，我根本没有看过他公司在哪里。县区查某人疑似今年6月开始资金出问题，投资人分钱无可接受，才互代志逼空。有人因为身份无愿报案，不过因为受害者真多，才有人陆续提告。将积极搜集证据，以厘清事实。令邱姓被告于本署接获情资前已出境弃位归国，将循相关途径予以追缉。高雄地检署今年10月发动搜查，暗过县区查某人已经出境，目前正合人伫澳门一起报外逃经济罪犯，而且调查局照两华司法合作定书协助查缉回国。高雄市府回应这案件是会长个人财务问题，学校表示有少数家长受害已经报案，未去影响学生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屏东警方顶个月抓到6个诈骗集团，拢总44个嫌犯，也包含着帮派成员。其中有12个嫌犯是罪嫌重大，已经获法院裁定羁押。警方人员举钢推大力弄门，结果门弄开了后，哇，这个跑走哎！啊，看到落地窗开，发现嫌犯走去啊！调外面的监视器看，才发现这名嫌犯骹手搁真溜俩，竟然是家己开窗啊！沿大楼的壁边对3楼先爬到2楼，再对2楼跳落来1楼走去。这名查甫人是诈骗嫌犯，最后也是被警方抓到，移送法办。依法逮捕，你先听我讲完。好，你可以保持沉默，无需为被质疑入会陈述。这摆行动是屏东里港分局伫11月7日到2日打击诈骗的专案行动，总共抓到44名嫌犯，有诈骗的主嫌和几位车手，找到犯案用的5台轿车、20支手机啊，另外还有200包的毒品咖啡包。尤其8堂的嫌犯是四海帮的成员。共计查获诈欺集团6团44名犯嫌，其中更有四海帮及不良帮派组合成员。查缉总价值近1000万，经移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后，其中12名犯嫌犯罪嫌疑重大，经检察官复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警方讲，其中有12名嫌犯罪行重大，在复讯了后，予检察官申请起通过。警方嘛表示，后续会针对嫌犯之间的金钱来源，搁进一步调查，看是毋是搁有其他的诈骗嫌犯。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长期关心同情囡仔的民间团体，讲这政府对同情囡仔的定义无够明确，即使有囡仔明明都有长期医疗需求，煞无法度摕到重大伤病卡，也是身心障碍证明，互因的家庭也负担着真大压力。所以，呼吁政府就应该爱来立法，也爱设立专职单位来改善。现代医疗科技的发展甲进步，互同情的囡仔活落去的几率增加。民间团体指出，这囡仔长期有医疗的需求，亲像呼吸器、偏胃管和药物使用等等。不过，医疗上针对同情囡仔的定义无一致，致使一寡囡仔无通摕到重大伤病卡，也是心脏证明，就会欠缺政府伫医疗和生活上的资源。呼吁政府爱甲同情児童权利和家庭支持的需求入法，嘛就爱有专职单位。必须要修订这样子的相关的一个服务跟给付，以及这个重症的就学照顾的需求，那当然也是期待有一些法规来帮忙。我们乐见这个儿童家庭署的设立，但是中央跨部会的这个组织架构，我想更有需要。
另外，兵团嘛呼吁政府长照人员的训练，无应该干那偏向照顾大人，嘛应当注重当前囡仔的专业照护。卫福部回应讲，每年针对0至6岁的儿童医疗量能保障计划，拍算投入249亿。下来调管儿童当前的支出，嘛会针对长照人员开设定当前儿童课程。我们开始把长照人员的能力的部分，希望能够扩大失能重症儿童的相关的照顾。然后开始有就是影音的课程、标准化的教材跟强化师资的内容。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国内重大伤病的儿童有17000多人，适龄当前的儿少有1220人。不过，民团认为这个数字有可能少算，嘛指出当前囡仔大汉的过程有成功脱离医疗生活纪律，关键就是自细汉要有好的照顾。呼吁政府通参考日本的制度和立法经验，和家庭、社区甲政府资源三方通互相支持。记者卢尚如、郑准佑台北报道。花莲的马太安溪桥，伫咧今年9月时阵，因为崩山湖做大水冲断去，目前当地咧做钢铁便桥，也有研究桥。公路局表示讲，这钢铁便桥的进度已经达到50%，若是顺利，上紧明年1月底就会当通车。大型机具一直赶工，工程人员伫边仔一直注意进度，就算是暗时也是一直落湿湿啊雨。花莲马大安溪钢便桥的工程，就是拢无法停。花莲公路大桥线的马大安溪桥，今年9月刷起崩山湖一楼的大水冲断，公路局花莲工务段抢上溪底的临时便道，不过顶个月初10，搁因为风台大水河冲毁，工务段又搁继续抢修，总算顶个月29完工，搁会当通行。若是钢便桥嘛，同时赶进度，目前原定41%的进度，测试已经达到48.5%，整体爱行72座条啊，目前已经完成53.5座。目前的话，我们是从南侧跟北侧两边持续赶工，让两边能够做一个衔接，然后这个时间上也会慢慢的让缩短，然后进度上维持的超前的这样的部分。花莲工务段表示，钢便桥会当增加水流断面，同时会当甲河川污河深减少冲击，一定明年1月底前就会当抢修通车。当地居民听到这个消息，也拢真期待。你没有办法说一下子就做那个原本那个桥是要很久啊，不然我们走193真的那个交通路又窄，交通什么都不方便。不方便。你在河底跟上面当然是上面的比较安全啊，对不对？居民表示，大桥线中断了后，爱设较瓦山的193管道，爱开袂少时间，也希望以后研究桥兴建工程的速度会当加紧，也互当地会当有甲以前同款的生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新竹县竹东火车头头前的北行路，拄啊才完成这人行道改善的工程，边仔排水孔关卡坎算是差真大，差到有到15公分。2个月以来，已经发生10几件人摔倒的意外，甚至还有一个学生囡仔手骨摔到断去。当地是赶紧要求这公所爱来改善。人行道顶悬规排塑胶警示告示，提开来看，排水孔的关卡差竟然有10几公分。才拄完工的工程，伫短短2个月以来，才已经有10外个人跋倒过。上严重的，佫造成一个学生手起骨折。觉得是说你要做好，对，今天是我小朋友发生，那万一别人发生更严重，那更麻烦。工程办完留个洞，然后三角锥放了多久了？都用三角锥。不管人民死活。听说有高度居然相差了将近有15公分呢。居然跟路面相差15公分，而且就在马路旁边、人行道旁边，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个东西啊！竹东火车站头前的北行路人行道改善工程，全长大约1.8公里，顶共有上百个排水孔，造成侪人受伤。竹东镇公所表示，除了会负起责任以外，也已经要求厂商要赶紧改善现场的这个排水格栅的这个孔洞的部分，我们也立即责成了施工厂商，赶快将这一个排水格栅部分赶快加封那我们不希望再有下一个有发生这样的一个意外事件。那我们也限期厂商必须要在12月中旬之前，必须要完成所有的排水格栅的一个施工改善作业。镇公所指出，目前工程也未验收，会要求厂商伫排水孔安栏杆尽量甲边仔切好平，提供民众一个安全的行路空间。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嘉义县破厝的第1市场大楼，拢会有人骑奥多摆入去设市啊。
就管认为讲安尼实在是真危险，严格嘛有店家认为这市场的停车场当咧征收，停车无方便，若是搁唔互人甲车徛入去，恐惊是会去影响到因做生意。菜市仔的大楼内底，民众也是档的头家，拢骑机车来出入。伫家己原铺子第一市场大楼内底，这是定定看会到的代志。毋过，其实大楼的门口有禁止骑机车入来告示。莫骑机车入去，因为若大年节先人多，人多容易造成拥挤的新的危险会落去，是这样子。平常时啊？平常最好也不要。尽量停在迄市场外口。考虑安全的问题，有人反对骑机车入来。毋过，嘛有档的头家认为，市场外口歹停车，市场下骹的停车场搁咧征收，机车袂当骑入来市场，无方便的状况之下，嘛会影响到生意。毋捌咧发生代志啦。伊骑入来车来，骑慢慢啊，尔他会讲拢收咯，无可能的代志。都抑个毋捌发生安尼嘞啊！车子不能进来，我们这个市场就已经很少人呢，不能进来就没有人进来买了啊。本来都大摆在等入来啊。因为人咧买物件，有诶无方便啊。铺主市公所表示，暗算会伫市场内底规划停车的所在，嘛会请地下停车场征收工程赶紧来完工，希望会当解决第一市场大楼内底民众安全甲档仔做生意的需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团结中心出版全台湾头一本有谱的小报歌册，希望会当将咱传统的小报歌保存落来。今日万地伫只位，但无过来死心袂开。82岁王菊英甲69岁林月娥两人差10外岁，对林月娥来讲，小报歌是顶一个世代音乐。后来因为厝边王菊英招伊对唱，才豆豆知影小报歌的水。阮住大厝边，小报呢一定要有2个人。一个人报不来，所以2个就搭档了。看娘万地嘛，真是辛苦，白白面嘛讲拍甲哦。王菊英自细汉伫咧槟榔大汉，若听到小报歌，就互伊想起囡仔时快乐的日子，佮有阿母对伊的疼惜。较早做囡仔咧万地，听到阿嬷因伫山顶咧唱，就望海，学一半句安尼。因为小报歌无文字记录，所以即马有真侪文书工作者会骨力收集小报歌的歌词，记录保存。长期投入小报歌学证的教授蔡家芬，伫咧过程中也发现，敢若首歌词无法度完整保留小报歌，所以即届也特别加入音乐的五线谱。咱咧学小报歌的时阵，你看歌词的时阵，你知影迄歌词安怎念吼，但是迄 melody 是安怎来的，你可能唔知影。我若甲伊实际上，伊是安怎唱伊的音管啊，迄个伊的节奏啊，甲伊记录伫迄五线谱内底。这嘛是全台第一本五线谱的小报歌，内面拢总记录6位时代51条的小报歌。即届由团结中心出版，册名号做《歌舞山间》，希望美丽的歌声会当透过记录，互更较侪人看到、听到。较好啊，上天满仙土。记者陈选王志光台北报道。国立中山大学今年搁再和高雄的地乐店吉盛堂来合作，推出加强的体验课程，包含开面到正式出军去到拜庙参礼等等，拢亲身来体验。学校希望会当透过这个课程来建立大家对家长的正面看法，也让这项文化会当传承落去。16位学生穿家长的全副装备，对着上马口令，继续前往油宫拜庙参礼。中山大学甲吉盛堂合作，今年是第2届举办家长文化体验课。8礼拜课程对什么是家长文化有什么禁忌，甚至是家长的定法、脚步等等，伫咧这门体验课拢会当做一摆学到。来参加的学生，查甫拢有，有的是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嘛有高雄师范大学的博士专工来学。这届出军啊，恁准备偌久啊？拄偌久，嘛是有一个月原定哦。就是阮逐个礼拜拢有咧上课，拢有咧练，
练咱的净化，练咱布。透过这个课程，然后跟庙宇或是跟家将可以拉近关系，然后甚至说可以亲自去参与，在这方面来讲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必须要突破非常多可能长辈啊或是传统的禁忌这方面。课程上尾这节课就是正式的加强出军体验，16个学生对开兵开始，包括身躯顶穿的、戴的、手顶提的，全部拢是传统加强的正式规格。一路对着锣鼓声来到友宫，抛我一棒刷，加强随展开阵势。虽然骹步手势甲正式的种骹步对比，不过看在副教授罗景文的眼内，少年人愿意接受人物定头文化，已经达到其开课的目的。爱学这个骹步手路定法，还佫有一寡禁区，所以要做一个合格的种骹种员，其实是足复杂的。阮伫咧学习的过程中，嘛，咱感觉讲，这是一个无简单的代志，绝对毋是咱所想的迄种刻板的印象，就是讲咱这个家长就是拢为非三罪的歹囡仔安尼。出军过程，加上落尾休困的时阵，拄好碰到一阵美国来游客专工来找因翕相。基层党的总教练也伫边仔指导姿势甲讲解。罗景文讲，用台湾的家长文化来做外交，这是意外收获。记者邝家族邱用高雄场报道。咱的生活当中，常常拢会用到塑胶袋啊、塑胶杯啊来底食米，有可能就会甲这塑胶微粒食落去腹肚底。代代研究就指出讲，食上侪塑胶幼粒啊，咱的肝可能就会出问题，去治疗肝癌的机会嘛会增加。伫办公室想要啉茶米真方便，茶包摕出来红茶、乌龙茶拢有。不过，国外研究指出，茶包外口的塑料会产生11个塑胶幼粒啊。毋若是茶包，输讲，就连你去超商买一罐水，拢会甲10万外粒的塑胶幼粒啊淋落去腹肚。不管是过去的立体茶包，或者现在的平的，只要是它还是这个塑胶的成分的这个包材，你在经由这个泡制的过程，自然就会溶出。为着要了解塑胶幼粒啊对身体有啥物危害，台大工卫系用动物做实验，发现讲即寡塑胶幼粒啊会互胃肠吸收了后，甲塑胶的毒性传到规身躯的器官。敢若3个月时间，实验的鸟鼠已经有肝硬化、胆固醇、血糖无正常的情形。研究人员也发现，若是严重的话，有可能会变癌症。阮搁做另外一个，就是讲，伊会看到讲，伊会影响到伊的肝，伊的肝内底迄个咱讲迄个肝功能，可能造成这脂肪肝。你也知影脂肪肝搁过来变安怎嘛？慢性肝病啊，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啊。台大工卫院表示，塑胶幼粒啊已经充满伫咱的生活，要安怎预防？上好的方法就是家己早环保碗碟啊、甲杯啊，爱地球嘛顾身体，一兼二顾。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失踪已经超过10天的马来西亚航空班机，这机顶239个人到达有关系下落不明。马来西亚政府即马就宣布讲，对12月30开始，要搁再启动搜查。这个配合的厂商也表示讲，因会展开55天的任务，讲找到才会需要付钱，也希望会当赶紧来找到真相。2014年3月初8日透早，马航 MH370 班机自吉隆坡飞往北京。飞无到1点钟的时间，就失去联络。飞行机顶悬239人就下落不明，加做史上上界大航空的谜团。过去包括澳洲等等真侪国家，已经扫过南印度12万平方公里的海域，敢若找到一寡残骸，一直拢找袂到主体机身。马来西亚政府今年宣布，要搁来和英美合资的海洋探勘公司武汉海洋再一届来合作，12月30开始。会转到印度洋一带15000平方公里，经过分析是上有可能的海域，展开55天的超找，而且是按照过去找到才付费的合约机制。若是有找到关键的残骸，上最达7000万美金。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对马方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对家属来讲，这10天的时间因无法度放下，这颠倒是较严重的拖磨。有人想起迄天开始。因着无好好困过一个暗暝，若到了周年的追思会，敢会使伫咧残骸展区头前点蜡烛，写着继续超找的字样，提醒外界这件代志拢也未结束。真侪国家的家属批评，当年真侪国家的对待，也佫有违青的研判，甲决策的流程，拢有真侪疏忽，才会失去关键的黄金时间。希望这届会使找到飞行机。There is no closure until the plane is found, until we exactly know what happened to the aircraft and to our loved ones on board.
Yes, it gets tougher every year because we are all expecting, some answers. 马来西亚政府讲，会伫这55天伫深海超吹，专停降压进度，然后找到碎片，第一时间会通知家属甲相关国家。这10外冬来 ，MH370班机失踪，互全球航空安全甲跨国救援机制受到质疑。若即届重新超吹，敢会当找到答案？大家拢咧看。公司新闻郑威林编译。转换心情来关心耶诞节伫要到啊！波兰是全球主要耶诞节装饰用品的出口国之一，尤其是这手工做的彩绘玻璃球上界出名。伫咧首都就有一间30栋的工作坊，即阵当无用咧赶订单。透明玻璃讲，伫个火内面是烧甲红红红，玻璃师傅把蓝是正细致甲细细的分分的，制作出各圆各完美的耶诞玻璃球。这间伫个波兰首都华沙的家族企业玻璃工厂，30年来是生产各种手工耶诞玻璃的配件，传统风格含工艺得到世界认可，连美国北京的耶诞树嘛挂过因兜的物件。Zawsze są nowości, nowe formy, nowe wzory. A jest zawsze jakieś tam wyzwanie. Tego trzeba robić z pasją, włożyć serce w to szkło, bo inaczej to... 根据欧洲外汇交易和下国付款公司ASEAN台报告，波兰2023年耶诞配件品的出口额到6820万欧元，排全球第5、欧洲第3。这间工厂嘛以高品质在国际市场徛甲真在，主要是卖去德国、美国、法国、捷克、瑞士、奥地利等等。因为坚持用喙来分玻璃，用手工画较好，每一个公司拢真开时间，爱用真侪力，各项成本拢真悬。业者嘛相信讲无法度和中国大量生产线来拍价小节。Our main goal is to compete with them in terms of quality, design, creating new stuff, so new ornaments, new decorations, new ideas, and of course the tradition. 虽然坚守传统工艺，但因当年拢会推出灵感是对流行来的，建筑含自然潮流的新系列，互品牌嘛保有现代风格。虽然最近几年商业设计领域拢在烧 AI， 业者同款坚持生产线袂有人工智慧，一切拢保留原创价值。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接落来，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气象。北部地区17度至21度，中部地区15度至25度，南部地区15度至26度，东部地区17度至23度。来到外岛地区14度至21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